刚刚主治医师来过，今天可以办理出院。替我支持医生那个，今日无用骗钱医。替我支持医生那个，今日无用骗钱医。护理师，谢谢你的照顾啊！护理师，劳拉很的照顾。护理师，劳拉很的照顾。不客气，张太太，我跟您说明。唔是生意，张太太，我家很生命。唔是生意，张太太，我家很生命。等一下，请拿着这张出院带药处方笺。等一下，请摕一张7元大药处方笺。等一下，请摕一张7元大药处方笺。到楼下的批价柜台办理出院。开楼下的批价柜台骗7元。开楼下的批价柜台骗7元。再到隔壁的药局领药。再个开隔壁的就 Q 两药。再个开隔壁的就 Q 两药。我知道了。爱弟呀，爱弟呀。出院后，请问谁可以帮张先生换药？7元了后，请问丽莎买中甲钟先生慢药。7元了后，请问丽莎买中甲钟先生慢药。是我。很爱，很爱。好的，请您到药房买优点、生理食盐水、棉花棒。好，请现开药房买优点、生理食盐水、棉花剂。好，请现开药房买优点、生理食盐水、棉花剂。还有3×3公分的纱布，也有3×3公分的纱布，也有3×3公分的纱布。好的，好，好，我来教您换药的部分。我来教很慢药的部分，我来教很慢药的部分。第一步，您将伤口的旧纱布打开后，先用生理食盐水清洁。第二步，先把控制 Q 的纱布打开了后，先用生理食盐水清洁。第二步，先把控制 Q 的纱布打开了后，先用生理食盐水清洁。棉花棒用环状消毒，由内往外，都是采单次。棉花剂用宽敞小土，由内向外，拢是用一摆。棉花剂用宽敞小土，由内向外，拢是用一摆。不要来回擦拭，唔好抹来抹去，唔好抹来抹去。了解，了解，了解。生理食盐水消毒后，换优点。生理食盐水消毒了后，慢优点。生理食盐水消毒了后，慢优点。一样用棉花棒采环状消毒，由内往外，一次就好。空中摕棉花剂，用宽敞小土，由内向外，一摆就好。空中摕棉花剂，用宽敞小土，由内向外，一摆就好。上优点后，等30秒让它消毒。抹油蛋过后，等30秒，对小土。抹油蛋过后，等30秒，对小土。再用生理食盐水擦去上面的优点。再个用生理食盐水把面上的油点出卖。再个用生理食盐水把面上的油点出卖。还要再用一次生理食盐水啊！要爱各用一摆生理盐水，要爱各用一摆生理盐水。是的，因为如果优点没有消毒干净，它会色素沉淀。嘿，因为假使油点无清强力，规袂色素沉淀。嘿，因为假使油点无清强力，规袂色素沉淀。一样是环状消毒，由内往外绕一次吗？款款迄宽敞小土，由内向外洗一摆，是唔是？款款迄宽敞小土，由内向外洗一摆，是唔是？是的。嘿，嘿，多久要换一次药呢？几久后办一摆药咧？几久后办一摆药咧？原则上1天换1次就可以。如果伤口不小心弄湿的话，原则是1日办1摆7分钟。假使控制无小心湿气，
年节是1,170宗，假使控制无小心失去，就在换药，维持伤口干燥。是爱搁慢少，维持控制早早，是爱搁慢少，维持控制早早。好，请问还有其他注意事项吗？好，请问也就另外几字书签吗？好，请问也就另外几字书签吗？我为您说明这张卫教单，伤口尽量保持清洁干燥。爱甲迄洗面乳中每胶蛋，控制尽量保持强力早早。爱甲迄洗面乳中每胶蛋，控制尽量保持强力早早。病患的下肢抬高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。病人的脚徛高，袂种得血的循环较好。病人的脚徛高，袂种得血的循环较好。没问题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还要注意伤口是否有出血情形，也会注意控制感染出血的情形，也会注意控制感染出血的情形。俗话说，手上的细菌会造成伤口更严重的感染，一定不要用手去摸伤口。人讲手放静态，日天唔好用手开命控制。人讲手放静态，日天唔好用手开命控制。如果回家后，若是肩部下流后，若是肩部下流后，伤口出现红、肿、热、痛，控制切现风肿手切，控制切现风肿手切，很可能是伤口感染，一定要马上回诊。可能是伤口感染，日天内需回诊。可能是伤口感染，日天内需回诊。我会注意的。爱不积极耶，爱不积极耶。要促进伤口愈合，请多摄取高维他命 C 跟高蛋白质的食物。涂底控制收缩，请加些高维他命 C 和高卵白质的食物。涂底控制收缩，请加些高维他命 C 和高卵白质的食物。护理师啊，请问多久可以拆线呢？护理师，请问急救要用插线嘞？护理师，请问急救要用插线嘞？通常是7天到2周后才会拆线。普通是7日到2禮拜個才會插線。普通是7日到2禮拜個才會插線。下次门诊，医生会评估伤口拆线时间。排門診，醫生會評估控制插線的時間。排門診，醫生會評估控制插線的時間。好的，我们会准时回诊。好，我們會就時間回診。好，我們會就時間回診。其他就按照医院排定的行程，定时回医院复健。也會去照病院配行程，具體時間前來病院復健。也會去照病院配行程，具體時間前來病院復健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術後及飲食衛教已為您說明完畢。手術了後和飲食衛教，攏甲迄什麼了啊？手術了後和飲食衛教，攏甲迄什麼了啊？要麻煩您在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的受衛教者這一欄上面簽名。麻煩係打病患出院診批服務表的受衛教者日咱面上簽名。麻煩係打病患出院診批服務表的受衛教者日咱面上簽名。另外一份出院照護方針及計劃書給您帶回去參考。另外一份出院照護方針及計劃書，得閒隨便可以參考。另外一份出院照護方針及計劃書，得閒隨便可以參考。护理师，你真棒啊！护理师很前輩哦，护理師很前輩哦，真的是命带六秀，远文又远武。就像是命带六秀，要出嘛要酒；就像是命带六秀，要出嘛要酒。谢谢你。多来很，多来很。不客氣，
祝您早日康复。唔是生日，祝福hen早日嘅康复。唔是生日，祝福hen早日嘅康复。